最貴係新加坡，新加坡新加坡去到20萬啊嗰張飛嚇，Paddock Cup 嗰張飛去到20萬港紙20爭咁萬。遠咧？點解？係啊，唔知喎，我呢個日本嘅話就大概5萬咯。咁好似上海就係7萬幾啊。OK，咁Las Vegas 都講緊挨近20萬啊。OK，係啊係。跟住之後，如果去到巴塞隆拿，我哋即係同我啲朋友去睇，同我啲親戚去睇嘅時候，我哋 plan 緊，如果下年真係去巴塞隆拿睇嘅話，都係大概5萬蚊左右咯。咁都 OK 啊。係啊，但係未計機票咯。還好啦，還好啦。咁飛歐洲咁，咁你20萬同5萬，剩翻嗰啲錢，起碼係即係都係機票啫。係啊，因為順便可以去埋睇巴塞隆拿嗰隊球隊啦，同埋即係可以喺西班牙巴塞隆拿嗰度玩埋咯。聽落你都係唔帶老婆喎。嗱，就好睇啦，就好睇你另一半究竟中唔中意呢件事啊！我諗佢，因為咧，我有個朋友咧，佢帶埋老婆咧去新加坡睇車，又真係嘅，兩公婆一齊去。咁咧，佢即係翻嚟又大家 share 嘅時候啦，就話佢老婆咧一路睇車嘅時候咧，一路碌電話啊，一路剩啊咁樣。其實係好唔爽。